8月28日，李天一等5人涉嫌强奸案在北京海淀法院进行不公开审理，而李母孟歌在进行了1天庭审之后，又赶到总政歌舞团60周年纪念演出，演唱《祖国永远祝福你》。不仅神色如常，演唱也无异样，而且身着一袭白纱裙，光彩照人。而原本安静听演出的观众，在他出场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当天庭审进行了近8小时，期间孟歌为儿子还当庭发火，与别的被告的律师发生冲突。他出法庭时也是面无表情，神色冷峻。而他从法院出发已经将近7点，在7点55分左右，已经赶赴总政歌舞团60周年纪念演出，登台献唱《祖国永远祝福你》。台上孟歌不仅神色和演唱都如常，而且身着一袭白纱裙，光彩照人。台下听演出的观众此前相对安静，在他出场时则报以了热烈的掌声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上网看好声音，只在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默默吴莫愁。